好，约翰福音4章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坐上起立，一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伟大的神。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囊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阿们吗？阿们。让我们更多来敬拜。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主啊，你必带领，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主啊，谢谢你，你对我们说，我们依靠你，我们就毫不担心，我们能够依靠你，我们就能施展大能。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的选民。也更多的谢谢是，你对我们说，你找到我，永不放手了。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指
身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当年在我心间，我已只身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痛，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身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主啊，你的作为何等荣美，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落空，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让我们更多更深的来敬拜。站立在你左前，站立在你心事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是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路径连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生命，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
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清楚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主啊，你的光要照进我们的黑暗，我们的心中。光照在黑夜里，使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镜，炼净我心，用上加容引你生灵。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清楚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各位家人们，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要来跟神做祷告，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求神来带领我们，主啊，与他之间是毫无隔绝的，求神恢复我们，与他之间是有完全的关系，有完全的连结，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将自己回到当初找到我们的时候，主啊，当初找到我们的时候是何等的热情，何等的渴慕，就在此时此刻，让我们来跟神求，主啊，求你恢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的，主啊，就在敬拜里面，就是此时此刻，在你开始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没有担心，没有惧怕的跟神求，主还是要恢复，主啊，你这个对你的渴慕，求你带领，主啊，求你降下来，我对你的热情，不动摇的，是他充满盼望的，是有热情跟信心的。这个时候就在敬拜
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谢谢你不轻看我们，谢谢你不丢弃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翅膀荫下，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身旁。愿你今天晚上再次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说话，不论过去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或是我们现在心中所担心害怕的，都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自己献上摆上，求主悦纳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和祈祷。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经文。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的第1章啊。上礼拜牧师已经透过路加福音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快速的前进到路加福音的第5章。我们要读的经文是5章的27节到32节。我们一起看着荧幕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请。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32节再读一次。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今天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讲到悔改的罪人啊。我们已经进入到3月份，好，冬天已经结束了，好，现在是春天。好，有时候呢台语有句话说春天，怎么会讲？好，大声一点讲给大家听。对，春天后母面，好，大家说一次，春天后母面。春天像后母的妈妈的脸哦，好，什么是后母妈妈的脸？好，就是喜怒无常哦，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是后母，好，所以呢，好，变化无常。好，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好，就是从这个礼拜呢，有听到春雷，好，有没有听到打雷的声音？我在台湾人的俗语当中呢，有这句话：春雷一声响，黄金千万两。大家说一次：春雷一声响，黄金千万两。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是以前好早期台湾农业社会好在传的话，但这句话呢，也只有在北台湾有效。你到中台湾到南台湾没有这个春雷啊，只有北台湾才有这个好春雷一声响，黄金千万两。好，就是当那个3月5号，好，大概阳历的3月5号前后，好，通常都是前，好，或是当天。你如果听到打雷呢，代表那一年就怎么样，不会缺水，那一年就不会缺水。如果那一年不会缺水呢，代表你所种的东西就怎样，就会有收成，好，就会收成。所以你收成之后就可以拿去买卖，买卖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赚大财，好，赚大钱发大财。所以呢，他们会说春雷一声响，黄金千万两。而在24节气当中呢，好，那一天呢，国历的3月5号叫做什么？惊蛰，好，惊蛰，大家也说一次。好，这个惊蛰呢，好，这个是古人留下来的智慧啊。好，在这一天当中，好，如果这一天，好，这个雷声呢打雷之后呢，大地万物好像会被闹钟叫醒一样。有一些动物，特别有一些虫，是在树洞、树干里面的，或是在土壤里面的。当它听到这个雷声的时候，这个虫就会怎样醒过来，然后它就会出食，然后它就变成怎么？别人的食物，好，然后呢，好，它也可能得到食物，但是呢，这整个大自然的运作呢，就开始苏醒过来。好，本来冬天，好，然后呢，好，这个所有的叶子都掉光，好，可是呢，在春雷一声响呢，大地复苏，好，所有的百花百花齐放啊，好，然后呢，万物齐鸣。所以呢，这个春天呢，好，是一个学习成长的季节啊。好，春天是一个成长的季节。好，跟你旁边说，春天是一个成长的季节。好，所以春天就是读书天，好，是一个让你的生命成长的时刻。所以我们教会在今年的3月，好，今天开始我们也进入了装备部门的 A1 的装备课程。今天下午看到很多的我们当中青年牧区很多青年都有参加 A1 啊，好，有参加的请举手。好，谢谢你们。好，请放下。好，那我们有 A2 的课程，好，就是希望能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在把握今年冬天要来以前，你能够充实自己，万物都复苏。而今天呢，也是我们进入了路加福音。好，上礼拜牧师有分享，路加福音呢是圣经当中最好读的一卷书啊。好，因为路加跟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好，路加呢，他的作者呢，好，路加写作的对象呢，马太是写给犹太人，马可是写给罗马人，而约翰是写给普世的人，而路加福音是写给当时的希腊人哦。所以路加福音的主题，好，讲到耶稣是人，好，耶稣是人，跟你跟我一样是人，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去好好的今天开始读路加福音呢，你会发现在读路加福音，好像在看一个人的故事，好像在看人的一生。他不是什么高贵的人物，好像马太就呈现耶稣像是君王，他是大卫的子孙。而这个马可呢，呈现的耶稣像是仆人，好像一头牛一样，好，非常的辛苦，好，非常的忙碌。而约翰呢的耶稣好像是神一样，好像老鹰在天上飞。但是我们读路加的耶稣呢，会跟你跟我一样，有爸爸，有妈妈，有兄弟姐妹，好，也会肚子饿，好，也会遭遇软弱。路加福音呢，好，它的 key verse， 好，就是它整卷书好的一个关键的经文，好，这里有写，你看得到是几章几节吗？对，19章第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再读一次。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什么耶稣要变成人的样子呢？因为他是要来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这些失丧的人，好，可能一个君王不会去找他，可能一个仆人也没有空去找他，甚至一个像神一样、像老鹰在天上飞的，也不会有人去找他。但是，就是有这个人子，像我们一样的人子，会去寻找他。好，那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好，这个是圣经学者帮我们做出来的统计啊。好，3卷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叫做福类福音。好，这4个字我们说一次：
符类福音，意思就是说他们有高度的重叠。所以这个图当中呢，暗红色或是紫色这一块呢，马可当中有76%，路加有41%，马太有45%。好，他们呢里面呢的成分，好，里面是讲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内容、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一样的人物。好，那这个其他的比例呢？好，有马太跟路加相似的，有马可跟马太相似的，有马可跟路加相似的，好，或是有他们各自独特的。好，但是呢，他们构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就是这3卷福音书呢，你可以去对照。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利未的故事呢，好，这个税吏利未故事呢，就是属于的紫色范围的3卷福音书里面同时都提到。而且提到是在耶稣他传道的初期，是在整个犹太地的北边的加利利海，是在耶稣的家乡的附近加百农的地方。耶稣是住在拿撒勒，在这个湖的左手方的，没有在这里左手方的地方，但是他是在加利利湖的北边来传道。我们从符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书呢，发现这一段的记载，他们都一样好的顺序，好这样排下来。他们在讲这个利未呢，税吏马太、税吏利未之前呢，他们说先提到了一个麻风病人好，现在已经没有麻风病，好，几乎快要绝迹了。可是呢，好，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当中，好，麻风病人好是一种皮肤病这种皮肤病非常的严重，好，甚至严重到他的这个皮肉指头好。碰一下太大力，它就整个就掉下来。所以当时的麻风病呢，是一个传染病，好，是一个绝症，好，没有药可以医，好，所以呢，那时候的有一个麻风病人，好，他就遇见耶稣，说：“主啊，只要你肯，你能够使我洁净。”耶稣就犯了大忌，怎么样？伸手去摸他，我肯，你洁净吧。那个麻风病人身上的麻风病呢，就立刻都消除了。好，但是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人，只要去给祭司来查看了。后来那个人呢，就到处去传讲说，有一个耶稣呢医好我的病，哇！然后大家就一窝蜂，这个耶稣太厉害了，我要去找耶稣，好，我要让他来医治我。所以这个麻风病呢，好，在利未马太之前，好，耶稣在医治。后来又耶稣同样马太、马可、路加又讲到一个是瘫痪的病人。这个瘫痪的病人呢，好，他是可能已经是下半身没有办法行走。好，那在马太里面，还有马可里面讲到了这个瘫痪的病人呢，好，其实他是有4个朋友把他从那个屋顶当中开了一个洞，好，把他用这个坠子坠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4个朋友还有这个瘫痪的病的人呢，他们都有同样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但是在这里耶稣还加上一句话：“朋友，你的罪蒙赦免了。”前面是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病，现在耶稣赦免这个瘫痪的罪。但是呢，其他人就很纳闷，这个人是谁？耶稣是谁？居然能够说出这种狂妄的话？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但是呢，耶稣好，他就向这些人说：“我要向你们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叫那个4个朋友抬着瘫痪，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你的床，回家去吧。”所以那个瘫痪的人呢，就当着众人面前就站起来。好，所以呢，他们所有人都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病得到医治，一个罪得到赦免，好，其实都要一个过程，就是从相信到行动。好，跟牧师说一次，从相信到行动。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角，好，税吏的叫做利未，他也是跟前面的那个麻风病人，跟前面的那个瘫痪的朋友一样，是一个从原来怀疑到相信，而相信到行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角叫做利未。利未呢，他是工作是一个收税的人，收税的人。
过去收税的人在罗马政府当中，好，这个税吏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好，这个税吏他要做公共事务的包商、公开的竞标，好，他要帮罗马政府好来做决定，好，甚至他是属于中层骑士阶层的人。而税务官呢，分成3种税务官，好，就是下面的有中央的官员税务官，有地方的税吏长，然后呢，还有最下层的就是税官的稽查员、稽征员，好，就是办事员。那你猜，好，这个利未，好，它是属于哪一个？中央的、地方的，还是基层的？它是属于最下面的，好，基层的关税的稽征员啊，好，就是类似像今天的公务员。这个税吏马太啊，这个税吏呢，收税的人叫做利未，利未。利未呢，他在坐在税关上，好像经过的人，好收各样的税。我们不晓得收什么税，但是呢，耶稣看见的利未，就对他说了一个关键的话，说什么？来跟从我 ，Follow me。为什么这个人要来跟从他？为什么会？然后这个利未就起来，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如果我们没有把前面的圣经读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哇，耶稣是不是向这个人施魔法？好，然后向这个人好，这个催眠他，好，叫你跟从我，这个税吏就突然好把他的东西收一收，好就跟从。不是，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读到，前面有一个瘫痪，好被4个朋友抬进来，然后耶稣就赦免他的罪。在前面还有一个麻风病人。耶稣好伸手摸他，他的病就好了。所以耶稣的名声，其实在刚才我们看到加利利湖那一带，非常的出名。所以这个利未呢，好，他遇见了耶稣，好，其实耶稣来到他面前，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可是这个特别的人物呢，居然站在利未的面前，对他说：“来跟从我。”所以利未呢，他就当下就撇下他的一切。跟从了耶稣啊！当这个利未呢，他在收税的时候呢，好，其实他是一个，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可是因为他是替罗马政府做事情，好，所以呢，其实他并不是受到人的欢迎。可是当利未被耶稣呼召的时候，这个利未呢，他就放下一切跟从。其实利未有个名字，就叫做马太。好，所以我们叫他利未马太。好，请跟牧师说一次，利未马太。这个马太呢，他就是4卷福音书的作者之一。好，原来的名字叫做利未，后来悔改，他就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他的工作是一个基层好收税的公务人员，替罗马政府做事情。可是当他风闻耶稣的名声，耶稣来到他的收税的桌子前面，对他说：“来跟从我。”税吏利未或是税吏马太，他就勇敢的好放下一切跟从耶稣。而他怎么做呢？29节黄色字我们一起读：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许多税棍和其他的人都来参加这宴会。这个利未有没有钱？有钱。他有钱呢，而且他很大方。他为什么很大方呢？他办了一个福音茶会，办在哪里呢？自己的家里。为什么办在自己的家里？因为他表示他家很大。他在家里面办了一个福音茶会，然后他邀请谁呢？税棍。税棍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收税的人，但是是一个品性不好，就是他们收税的时候都会怎样？收给国家的，然后自己还会在中饱私囊，好，所以呢叫做税棍，好，就是他不是清清白白、诚诚实实，好，他会这边偷拿一点，好，那边 A 一点、污一点这样子。可是呢，这都是利未他的同事朋友，好，可见这个利未呢，好，不晓得他有没有参与在这边，但是他周遭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许多他的同行、同事、朋友都来利未的家里面参加这个宴席哦。参加这个宴席，可是，在参加这个宴席的当中呢，就有了一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还有一些属于他们的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他们就来跟耶稣 complain， 跟耶稣的门徒 complain， 你们就是因为
他这个餐会是为谁办的？为耶稣办的盛大的餐会。然后呢，这些经学教师、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跟税棍还有这些坏人？”好，其实这个圣经没有写。好，那在别处的圣经讲到，里面当中还有妓女，好，行淫的，好，就是出卖自己肉体的。哇，这个利未的朋友呢，都是这些的酒肉朋友，好，都是这些的这个什么狐群狗党。好，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形容。然后耶稣也去，好，因为这个餐会的 party 的主角是耶稣，可是来的客人呢，都是这些不正经的人。然后他们说：“为什么你们都跟这些人一起吃喝呢？”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他们说：“红色字我们一起来读：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而是要召坏人悔改。”耶稣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来不是要跟他们为非作歹、狐群狗党，然后混在一起。耶稣到他们的中间，耶稣是先被利未邀请这个老师，我要跟从你，因为呢，我已经撇下一切了，我从今天开始怎样？我不去上班了，我要来做你的门徒，所以我要办的一个 party 就是一个告别的 party。我要跟我的这些同事，跟我的这些朋友，跟他们介绍耶稣是谁，让耶稣呢，可以让我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然后呢 ，party 办完之后，我明天不去上班的，你们在办公室看不到我，因为我去哪里了？我跟着耶稣去传道的，我要跟耶稣去旅行的，我要跟耶稣去医病的，去赦免人的罪了。而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耶稣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而是耶稣去寻找那一些有病的人，去寻找那些为非作歹人。耶稣去帮助这些病人的病能够得到医治，然后去帮助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就是我们前面2个例子看到的，麻风病得到医治，一个瘫痪的罪得到赦免，这就是耶稣要做的2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耶稣办过一个 party， 然后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或是你的邻居一起来认识耶稣呢？这个税吏利未，或是利未马太，他为耶稣办了一场丰盛的宴席。好，这个宴席的主角就是要来介绍耶稣是谁。他并不是要给自己做场面，因为我们如果去读马太福音，看马太福音自己本身，他在解他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很特别，他都没有提到他自己的事情，他都不去提自己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写得轻描淡写。可是，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这个税吏的马太非常谦卑，好，他为耶稣大摆宴席，而且呢是花了很多的钱，好，请了很多的人。其实他就是想要来介绍他的朋友们都能够来认识耶稣。后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找到这个利未呢？因为这个利未他后来写了一卷书，这卷书叫做什么？马太福音。所以今天你能够读到马太福音，其实就是那个坐在关税桌上好收钱，跟着税棍、跟着妓女在一起混在一起的这个利未呢，他所写的马太福音。所以今天你读到的话，读到的这些记载，为什么耶稣选他？原来利未好，他有一个数字很清楚，他有一个逻辑很清楚，他能够记对耶稣所说的话登山宝训很清楚，所以他能够把耶稣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读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从5章、6章、7章，它的记载呢，比路加福音记载的还要完整，还要清楚。这个就是马太他的恩赐，他的特异功能，或是他的才干。所以耶稣选中了他，你有特别的长处，上帝要使用你来跟从我。而这个利未呢，可能心中有一个祷告，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难道我的一生就要在这样子当中度过吗？上帝啊，难道我不能够为你做什么吗？就耶稣出现了，他就跟着耶稣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觉得哇，这个人很棒很正直，
看到这个人很值得尊敬，甚至看到这个人，哇，我们可能要来敬仰他，要来追随他。好，当发起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希特勒，好，他窜出的时候，你知道希特勒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画家，还有呢，他还有做过记者，好，做过记者。可是呢，希特勒好，他却学到了怎么样去煽动好群众，好煽动好这个百姓，哇！结果他成为这个创了这个德国的纳粹啊，让德国的青年卖命好，然后通通大家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就为他效命。好，在德国人的眼中，哇，他们是这个日耳曼民族的纯正的血统，哇，他们是这个卓越的民族，而这一些呢，好，这些其他都是卑贱的，特别是犹太人是低下的，所以希特勒就灌输他们这样的观念，以至于呢，这个整个德国人，好像丧心病狂一样，发疯的，好，去发明去制造各样的武器，好，飞机、坦克、大炮。然后呢，去攻夺、去侵略，好，去波兰，好，然后呢，去屠杀犹太人，甚至发明出来这些化学武器呢，好，不是用在正确的地方，是用来实验，好，在这个毒气室，好，去毒杀这些的犹太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敬仰的人，好像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东。毛泽东10万青年10万军啊，所有的年轻人，你们通通都要抛头颅洒热血，好，通通都要为祖国来效命，好，结果呢，变成红卫兵，斗争自己的爸爸，斗争自己的妈妈，斗争自己的阿公阿嬷，一点都不手软，好，完全通通都被灌输观念。在很多时候，我们像陈吉牧师呢，在选台北市市长，好，也选给了一位叫做嗡嗡嗡的市长，好，那个市长呢，好，出来选的时候，哇，是一个医生；那个市长出来选的时候呢，是骑个脚踏车的公务员，好，那个市长呢，让人家觉得哇，他真的是清廉啊，清廉到不行，好，说台北市有救了，好，选给他呢，好，这个台湾就要复兴了。结果呢，好，没有想到，好，选上之后呢，他的问题越来越多。到他市长做完之后，才发现他的问题更多。好，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疑云，好，都还在进行当中。有时候我们心中眼中的义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用上帝眼中的角度来看，那个义人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罪人。你要知道几件事情，义人不是天生的。好，跟你旁边人说，义人不是天生的。这句话代表说，今天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生出来会不会是基督徒？有很高的几率是，但是不代表基督徒生出来孩子就是基督徒，不是。那请问，基督徒生出来孩子要怎么样才会变成基督徒？受洗？什么是阿公阿嬷逼他受洗，还是爸爸妈妈骗他受洗？他自己想要受洗。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来参加 A1 课程，好，如果你是被哄来的、被逼来的、好，被威胁利诱来的，好，你要成为基督徒呢，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好想要认识神，你真的想要受洗，那个基督的义人好的生命才会在你的身上。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撒都该人、这些的文士，他们天生就是他们是天生就是犹太人。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信仰的传承，然后呢，他们可能在从小跟着老师拉比来学圣经，他们可能是用学的方式来学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好，来学义人就是跟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可是呢，当他们看到耶稣跟税吏、利未、马太，当他们看到耶稣的学生居然跟这一些的狐群狗党好酒肉朋友一起吃饭，哇！他们真的快要爆炸了，好，他们真的快要气到不行，好，可能他们就冲进去，好，然后去骂耶稣，去骂耶稣的学生，你们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你看看我们这些犹太人，从来都不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多么的圣洁啊！我们多么的分别为圣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好，绝对不会去碰那些麻风病人。然后那个生病的、瘸腿的、瘫痪的，我们绝对都跟他保持距离。这些他们自己眼中的义人，可是呢，却有可能成为上帝眼中的罪人。
法利赛人口里说对上帝很敬虔，非常的爱他们的祖国以色列，甚至他们反对希律，反对罗马。好，所以当然这个罗马派来的税吏、马太、税吏、利未，好，他们一定很讨厌。而且他们读了旧约圣经，受到人的尊敬，哇！因为他们很有学问，会带查经，好，会解释圣经，所以他们深得民心。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叫做自以为义，能知不能行。所以呢，耶稣常常责备他们，斥责他们。这些文士也是律法师，他们要抄写圣经，好，然后不断的抄写圣经。好，能够保留圣经，也能够流传圣经。那时候没有印刷，好，所以他们要让更多人读圣经，就要抄更多的圣经。他们也会教律法书，可是呢，在人民眼中的义人，却可能是上帝眼中的罪人。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用不着，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耶稣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是要招什么人悔改？罪人悔改。所以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悔改的罪人。好，请大家说一次，义人是悔改的罪人。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位上帝眼中的义人，你一定要先经历在神面前的悔改，知道自己哪里有病，知道自己哪里有罪，知道自己哪里需要有医生来医治，知道自己需要哪里有主人能够来原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It's not the healthy who need a doctor, but the sick。” 只有知道自己生病的人才会去寻找医生。过去这个礼拜，你有看医生的，请举手。有哎，好，请放下。好，你没有举手的人，好，也有可能有生病。但是你可能会想要用跟的，或是用吃药的，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好，但是你会去看医生，可能你觉得用吃药、用跟的没有办法，你要去找医生。你找了这个医生呢，有的医生很厉害，一次呢拿着药回去就好了。但有的医生呢，可能看再看又再看又再看，这个病不会好。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厉害的医生。好，所以我们桃园人都最喜欢去哪边看病？长庚。为什么？长庚大医院啊，它的医疗体系好啊。好，这个长庚是台湾第4大的医院呢。那第1大的医院是哪里？台大。好，然后再来荣总。好，然后呢再来是马偕，好像是排在第5还第6这样子。好，马偕医院也排很前面。好，但是长庚排在第4啊，国泰的样子。好，不管如何，这些的医院呢，好，他们好都是想要留住这一些的好医生。好，有这些好医生，才能够有这些的病患，好，不断的能够来我们这边。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当医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为了想要发大财，好，为了想要赚大钱。好，为什么你会去读医学院？为什么你会去读医科？好，因为将来收入比较好，好，因为将来买的房子会比人家大间，将来你开的车子会比人家大台。好，我曾经看过台中的一个医生，哇，他那个看他的一台汽车是这个宾士的吉普车，好，一台要700多万，哇，然后就那个每次开出去就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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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好，然后呢这就知道说这个是医生来了，好，然后呢在嘉义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医生，哇，他就在他自己的诊所门口，哇，排了一辆车子，所以要来看病人就知道，当这个车子停在他的诊所门口，就是医生到了。很多的医生，好，已经都把他的身份地位，好，都跟金钱连在一起。如果你想象，好，耶稣来了要来医病，然后是开了一台700万的宾士，轰隆轰隆轰隆的来到迦南教会，好，然后呢要来这边医治人，你可能觉得哇，这个是个名医，但是很抱歉，这位医生跟我们所想的都不一样。他没有宾士，连 Toyota 都没有，他却是跟着他的门徒，好，就是这样子的走，这样的去真正的去照顾病人。而且他去医治人的时候，去赦免人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累积财富，或是为自己建立名声。他还告诉人：“你不要告诉人。”好，结果他还是去告诉人。32节，我们再读一次：“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他不是为了钱，
耶稣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些的罪人。在耶稣的眼中，这些还没有跟上帝建立合一关系的人，才是耶稣他要寻找的人。耶稣要寻找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罪人？可能就是不上教会，然后呢，可能像睡棍一样，可能像是爱玩的、喝酒的、赌博的、飙车的、打架的、吸毒的，好，或是呢，好这个去整天熬夜，然后在外面酒店混在酒店当中的。可是呢，牧师今天的结论是，你眼中的罪人，有可能成为生命册当中的什么义人？刚刚陈汉在这边带歌的时候，我想到说，陈汉他是怎么样来到教会的？高中同学，好，高中同学把他带来教会的。陈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高中同学没有带你来教会，你现在会做什么？还没有想过，可能你不会花时间在教会，你可能不会花时间也不会成为教会的执事。可是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在你高中的时候想到了你，或是让你来到见耶稣，为你可能举行了一个像立位这样子的一个 party， 好，让你来认识这位耶稣，而让耶稣就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跟今天的这个主角利未来学习的。第一个呢，利未开放他自己的家，他在他自己的家里做什么呢？为耶稣大摆宴席。马太福音你看不到这4个字，可是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都记载这个字，就是他真的是付代价，花很多的钱去请了很多的人，大摆宴席，一点都不夸张。然后呢，邀了谁呢？一大群的税吏，税棍，跟他们一同同桌。而那天的主角是耶稣，他们都在听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耶稣来到税吏的面前，其实他看到的不是这个利未，他现在是一个税棍。他看到那个利未以后，他的名字要叫做马太。耶稣看到那个罪人以后，他要成为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耶稣看到是这个利未马太以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会影响这个世界2000年来很多很多的人。用马太他的恩赐才干，可以影响帮助这个世界。所以马太福音当中很多的记载，其实就是这个税吏，就是这个税棍，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学生。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去，把他所看到的完整的记载下来。所以耶稣招了一个罪人，让这个罪人变成义人；耶稣招了一个病人，让这个病人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身边的罪人，不要小看他们，搞不好哪一天他们就变成现代的马太，他们可能就变成上帝所拣选的。不要认为说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他一辈子都不会信耶稣，不会，因为利未当耶稣真的要拣选他的时候，耶稣只有对他说4个字：来跟从我。这个利未二话不说，他就跟从耶稣。而我要讲的是，后来利未影响了谁？利未他后来我们读的今天的经文是第5章，如果你继续的读下去，读到了路加福音第19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整卷书如果选一节就是那一节。路加福音19章的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句话是对谁说的？对一个矮子，跟牧师一样，以前是个矮子。那个矮子叫什么名字？撒该。撒该是谁？撒该他就是地方的税吏长，他就是地方官，他就是利未的老板。所以为什么撒该听到耶稣来了，他会爬到桑树上面要去看耶稣？搞不好这一天的福音茶会上面，撒该也有可能在那边，也有可能，不晓得。但是利未有可能跟他的老板
介绍了耶稣，以至于真的有一天耶稣到了耶利哥城去的时候，而撒该真的想要看耶稣，结果耶稣呢直接在撒该的树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然后呢，今天我要怎样？住在你家。”哎，哇，这个利未只是为耶稣在家里面办一拖，可是撒该是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因为救恩临到这个人的家，好，临到这个人的家。”所以撒该他做了更大手笔，好，利未只有请人家吃饭，撒该说：“我要把我的财产的1/2全部都斗内捐出来给谁？穷人，好，穷人。然后呢，他还说，剩下一半的财产，以前我如果骗了谁，我就要怎样还他几倍？4倍，还他4倍。如果骗他1万，我要还他几万？4万，好，几乎这样子，等于撒该几乎快要没有钱了，好，几乎他所有的钱通通都没有了。可是他不 care， 因为撒该他也要来跟从耶稣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悔改的季节，好，就是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不断在呼召罪人悔改，在寻找这些有病的人，是要让他们的灵里面能够健康。他们灵里面可能生病，他们可能不认识耶稣，或是听了耶稣没有感觉，因为灵生病了。可是当耶稣触摸他们，他们身上不管什么病，连麻风病都会好起来。我们可以跟撒该跟利未来学习，怎么样用自己的家里面来迎接耶稣啊？好，这个是上个礼拜天，好，我们的小组好有一组是在9楼打扫，好，等一下呢，我们就在这里打扫。好，我们也是一样，在上帝的家里，在自己的家里面，能够为耶稣大摆宴席。而为耶稣大摆宴席呢，我们在今年的下个月的4月26号有一个春里嘎挂，好 ，Only you and me， 好，大家说一次春里嘎挂 ，Only you and me， 好，不是我们男女2个人，而是只有神跟我，好，只有神跟我这样子一个宴席。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福音茶会，去寻找下一个周成汉，好，去寻找下一个张木轩，他从爸爸就把他从小带来教会，好，去寻找下一个，好，你还是第一代哦，立珠长老，好，立珠长老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好，继续寻找下一个，好，刘炳恩，好，炳恩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可以去寻找下一个，好，这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好啊，温浩宇，好，温浩宇也是，好，你也可以去寻找他们，好，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耶稣，为耶稣大摆宴席。而这些的人呢，好，可能会有一大群的朋友，有一大群的税吏，好，但是呢，这些人，好，其实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行动，跟他们一起来作息啊。好，所以在今年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好，我们上个礼拜有看过影片，好，现在牧师也让大家再来看一次哦。好，就是我们在5月17、18号全教会的退休会，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邀请的福音朋友，他如果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好，你可以跟他一起吃喝，你可以跟他一起好去到这些他很容易去的地方。你要邀他来教会可能很难，好，但是你要带领他好去玩，好，他可能很愿意。而这就是一个为耶稣好做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一个的退休会的焦点是耶稣，好，让这个福音茶会的焦点是耶稣，让耶稣触摸他们的手，让他们身上的病能够好起来，让耶稣对他们说话，你的罪得到赦免，他们就能够离开好这个软弱，他们就能够走出他们的生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不是只有基督徒的聚会，而是希望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也是一个能够带领人。虽然费用有点高，不过呢，教会有补助500块，所以2800块，好，2天1夜，好，包吃包喝包住，还有交通游览车，然后呢，总共还有吃午餐哦，吃
五次的我不是只有那个午餐5顿啊，加5顿啊好，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出去玩，我们希望有这个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有上帝的福音好消息在我们当中。上礼拜我听到我们的青年，礼拜完之后去吃宵夜，4个人吃了2800块，没有吗？好，就是呢，可能你一个宵夜呢就已经花掉你700块，但是呢，你可以再利用这个福音的退休会，甚至福音餐会、福音茶会，都不用花钱，你就能够像利未一样。重点都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重点是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跟你旁边说，重点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重点是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带领这些人来信耶稣，其实我们是跟上帝交空白的考卷。所以悔改的季节就是神告诉我们，天国近了，我们应该要悔改。当我们听到春雷一声响，后面那句话什么？黄金千万两。当神的话发出来，就好像雷轰，地下的虫就开始震动起来。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可能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跟他介绍耶稣，可是他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是春天的一声雷，可能接下来他的人生会开始来有耶稣进入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接下来他的人生就会有新的突破、新的改变，上帝就会开始带领他的生命。等一下我们要打扫，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小组的时间。不过呢，牧师也期待我们为几件事情来祷告，为我们从今天开始路加福音的灵修，总共有46天来祷告。这46天当中，路加福音真的是最容易读的一卷书，不用牧师讲解，你都可以自己读，因为它就是写给一般的人看的。愿上帝祝福你在今年的复活节，你能够从路加福音得到上帝的祝福。不论今天我们提到的利未，上礼拜提到的玛利亚，或是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而第二件祷告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认罪悔改。每一个义人都是悔改的罪人，每一个义人都是悔改的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是不用悔改就变成义人的。我们需要悔改几次？耶稣说要饶恕人70个7次，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求上帝帮助我们。好，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为路加福音的灵修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能够认罪悔改来祷告。求上帝使用我们成为罪人和主耶稣基督的桥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上帝你的家中，能够得享生命的宴席。主啊，我们为着路加福音的共读有46天的操练，要求上帝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路加福音24章的当中，能够读出神你的心，读出神你的爱，能够读到神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像是利未，像是马太。主啊，让我们像是那长大麻风的，或是让我们能够像是那瘫痪的。主啊，我们都能够因着神的话，生命得到医治，罪能够得到赦免，信心能够得到坚固，让我们愿意放下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教会所要举办的退休会、福音茶会来祷告。求上帝带领我们在迦南教会60周年，能够结出的是60倍的果实，能够结出是100倍的果实，让每一个60周年的活动，每一个的大大小小的聚会，都能够让更多的利未、更多的马太、更多的长大麻风的人，更多瘫痪的人，更多有罪的人，都能够遇见神而成为被医治的义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迦南教会60周年的各样活动来祷告。主啊，因为这是悔改的季节，主啊，是神你向人说话的季节。主啊，你要祝福在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上，在各样的事工当中都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圣灵啊，求你浇灌，求你将你的春雨浇灌，将你的圣灵的雨浇灌。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灵，能够领受神的爱。主啊，让我们能够去传扬，去分享主耶稣的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别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深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你在你我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当我们再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祷告，如同你像是一个利未马太一样，像是一个被主所寻找的人。耶稣来到你的面前，要呼召你。你既然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而当神呼召你起来跟随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起来跟随？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说：主啊，你找到我，我愿意跟随你。哈利路亚。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
上帝，你找到了税吏、利未，利未成为马太，成为12门徒的学生。利未的一生有了很大的改变，跟随耶稣上山下海，跟着耶稣走到田边、田里、乡村、城市，跟着耶稣医病赶鬼，跟着耶稣一起走向各个他十字架的道路。从利未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罪人的悔改，变成神所拣选的义人。亲爱的天父上帝，即便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阿公阿嬷是基督徒，但不代表我们自动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主认罪悔改。当春天来到的时刻，大地复苏，万物苏醒，我们的生命也要苏醒。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能够与耶稣来同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让我们透过 A1 的装备课程，让我们透过长大成熟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活出神你所命定的生命。你不看我们年轻，即便我们可能只是国中生、大学生，即便我们还没有经济上面独立，但是神，你使用每一个愿意的心。今天你找到我们，你也呼召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跟着耶稣的脚步，让我们在接下来46天当中，一直到今年的复活节，我们都要紧紧的来跟随你。在接下来，不论是福音的茶会，或是全教会的退休会，或是各样的小组的聚会，60周年的各样的活动，有诗歌的创作，有桌球的比赛，有60周年各样的庆祝。主啊，不是我们自己庆祝而已，而是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朋友，邀请我们周遭的人，要为耶稣来大摆宴席。我们要看我们的迦南教会要成为我们属灵的家，邀请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属灵的家中，一起来认识耶稣，一起来遇见耶稣。有一天，我们的老板也会来信耶稣；有一天，我们的老师也会来信耶稣；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也会来信耶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坚定在你的话语当中。愿上帝你垂听我们祷告，也祝福每个孩子的生命都能够为主发光，来荣神益人。求圣灵帮助，求圣灵帮助。主啊，我们要在这里，牧师要在这里为着每一个年轻人来祷告。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像是一个税吏一样，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像是一个税棍一样，现在你的生活是一个没有目标，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牧师要为你祷告，求神也来呼召你走到你的面前，让你能够遇见耶稣，让你能够愿意放下一切，变卖一切来跟从耶稣，把耶稣看作你一生最美好的至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来为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孩子们来祷告。愿上帝你的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愿上帝你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医治，让他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让他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礼物，让他们一生都有主的同在，一生都能够与主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这个回应的行动。让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神的恩典，也为主圣工所用。是
祝福。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孩子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主，你能够透过今天的讲道，让我们能够学习用你的眼光分别义人和罪人，也求主你能够让我们勇于认罪悔改，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从罪人成为义人。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为主你所用，求主你来悦纳。孩子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耶稣已经找到你跟我哦。耶稣已经找到你跟我。没错，这个就是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行的大事。让我们更多来敬拜赞美他。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的大事，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感谢他。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他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再一大能。次，我们依靠神，哈利路亚！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都将更新，不再一样。让我们在春天的时刻，悔改的季节，也是人生成长的季节。从今天开始，在复活节当中，我们要每天与主来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能够成为悔改的义人，能够与神亲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Hello， 大家，我是青衣的区长，我是敏媛，大家好。敏媛。好。好，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我们的报告。好的，帮我按好了，谢谢。然后他不理我，哎，等一下，往上。好，今天有新朋友吗？今天好像没有，但是我们有好久不见的子涵，拍手一下，欢迎他进来，欢迎他今天来，期待下礼拜可以再看到你哦，哈。好 ，OK。那进入我们的报告，那首先呢是我们的外展部门的报告。那外展部门呢有欧趴快闪活动，那有2个时间，一个是3月22号，一个是3月23。那会利用中午用餐的时间，还有4点的这2个时间，然后在33号的2楼的楼梯口以及水利大楼，就是复兴路的出口。那这2个时段其实都很需要5到10个人，就是这些同工可以一起来协助这样子。那就是如果你想要来帮忙的，那请跟婕妤执事或者我这边可以做报名哦。所以这2个时间有欧趴的快闪活动，那也需要人，要5到10个人，然后一起来哦。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外展部门的村里嘎哇。对，就是福音茶会啊。好，那福音茶会呢，就是在4月26号的2点到4点。那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家中，就是在现在的这里新堂。好，那在这个茶会开始之前呢，就是要邀请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一起来完成一个传福音的活动。好，那这个就是呢，这礼拜就是。刚才的那个亲二区在小组的时候有发给大家了。那如果等一下亲二区还没有拿到的话，再来找我，我会发给你们。那等一下亲一区的青年，就是等一下你们小组结束后，就是我有去找你们，然后跟你们分享这个代祷卡。那代祷卡是2面的。那这个呢，其中的第一面就是会有一个我们的这次的 slogan， 就是要邀请大家我们来完成，一起来学习安德烈作为门徒的行动。那安德烈是谁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福音书，就是他也有提到。那安德烈呢，他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就是他很会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对，那像他那个第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是邀请他的那个哥哥西门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找他。那最后呢，他的哥哥西门其实就是最后的彼得。那耶稣透过彼得呢，成为更多教会或是更多人的祝福。对，那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茶会呢，我们可以一起活出像安德烈的生命，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就是呢，就是去做，那耶稣就会有答案。所以呢，那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呢，这2周，从3月8号今天到3月23，我们要做的行动呢，就是背面有一个代祷跟属灵家长的宣告。那这个属灵家长呢，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你想要邀请传福音的，比如说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那就是我可以成为他们的属灵家长或是属灵同伴，希望透过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陪他去认识耶稣，让他们比如说或者接受装备，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可以陪伴他们，或是比如说像同伴一样。所以呢，上面呢会有等一下拿到代祷卡的时候，就是上面的那个白色处可以填自己的名字，那每天都是透过这样的宣告跟祷告。那下面我的那个 best， 这个就是你想要邀请的对象，然后你想3位，然后填在下面的这个栏位处。对，那你都填好了之后呢，就是3月8号到23号呢，就是可以透过前面的那个安德烈行动的宣告，跟后面属灵家长再一步一步的往下祷告。对，那这是我们这几周要做的事。好，那这就会敏源。好，我们谢谢那个外展部门的副部长陈汉的指示。对，那福音行动已经开始了哦，所以记得要就是填写你的代祷卡哦，好，每一个人都要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好，那接下来 OK， 哎呦，好，那接下来就是侍奉部门的报告，最近有一个是4月19号的嘉南杯的桌球热身赛，那是在早上的8点半到1点举办。那就是报名的资格呢，跟报名的方式都会在1楼公布栏这边。对，然后那记得报名截止在3月30号之前哦，所以大家尽快，这是全教会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对桌球有兴趣的，或者是你也想去参加的，都去可以看看1楼公布栏哦。对，3月30号以前要报名哦。对，再来就是我们的牧养部门的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复活节踏青的宣教活动。那为了庆祝呢迦南教会的60岁生日，在4月20号的1点，在春天农场有举办很大型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有赠予很多的那个丰富的赠品。那当天呢会一起完成这个，有没有看到100人巨型十字架空拍照？听起来就是很厉害，对不对？对，活动呢原价原本是600多块哦，那3月23号以前报名的时候就变100块，你看打多少折？对，所以130公分以下的130岁50元，那90公分以下的就是免费哦，但是是没有赠品的。对。那接下来就是专备部门的报告，是60周年的全教会的退休会，就是刚刚我们一直看的那个影片。那5月17跟18在古坑举行哦。那个就是邀请各位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教会补助呢，原本是3300，那教会呢就是会有补助500块，那学生注意喽，再补助500。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原本313活动，你只有两学生就可以参加2300的活动，你看多便宜，是不是？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4人房呢有23间可以作为2人房哦，就是有4处2人房。对，那欢迎呢弟兄姐妹赶快来参加哦，一定要参加。对，那装备部呢还有一个消息是2025年的第1期的生日助学金在3月23号截止哦，那是学生的赶快记得缴交。对，那最后呢就是圣经漫谈在3月9号的每主日的10点半到11点20在703教室开课，那请我们的陈世林传道主讲哦，就是如果你对圣经有兴趣的就欢迎参加。好，那再来是肢体消息的部分，就是歪力的小组的于安以及小组员于安还有玉婷姐妹呢，在于3月15号，就是下礼拜六的10点，在2楼呢，本堂的2楼要举办结婚礼拜哦。那愿神赐福他们这对新人。再来就是敬拜部门的报告，就是清明的追思礼拜，那在3月30号要举行。那今年呢，如果要预留追思故人的会友，请到1楼公部门进行签名跟登记。然后，如果你有要追思故人要新增的部分，对，然后请记得要填写追思卡，然后记得到干事室那边，对，然后到3月23号截止哦。好，那敬拜部门还有一个是今天呢还要再庆祝一个，就是3月份的庆生。对，那在场呢有3月份受信的，请你起立来到你的台前。记得有陈周报的第2页，陈毅，还有浩宇，对不对？还有丽珠。对，3月份受信都来到台前。对，我们要赠送给你一份精美的小礼物。来，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好，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OK，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钢琴，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一起为他们唱生日快乐歌。哇，这么多3月生日，还有吗？还没有3月生日的。好，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好，生日快乐！我来介绍一下受信啊，虽然人很多，还是可以有时间啊。这个是温浩宇，今年19岁。要升20，要20岁，满20了，满20岁了。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丽珠长老，好，再来是陈毅，好，再来是石瑶弟兄啊。好，上礼拜我们有介绍他的会籍已经从桃园教会转来迦南教会。好啊，这是爱童，这是信如，好，这是陈心。好，我们来祝福他们生日快乐。好，那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3月份春天的时期，我们为着这些站在台前或是在周报名单上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月的生日，来为他们献上祝福，恳求神赐福他们在生日的这一个月份，也是能够身量和智慧都能够不断的增长。神爱他们的心和众人爱他们的心也能够增添。愿上帝保守他们每一位受心都能够在这个月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平安，也都能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在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都能够荣神益人。也祝福他们特别与父母亲的关系都能够更加的甜蜜，也祝福他们跟家人的关系都能更加的圆满，也祝福他们能够成为教会当中的帮助者能够继续来侍奉神。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拍手祝福他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祝福了，请回。谢谢你们。下一个帮我按一下，应该没人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小组时间，就是刚刚一起说要一起打扫哦。那这里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来。要请立柱长老来报告，需要吗？敏媛可以报告。哦，对。那留下来的一起打扫的，我们有鸡排跟饮料哦，所以留下来吧。几点？要扫到几点才有？11点啊？没有， 10点。